牛牛講美股係由富途證券贊助播出。傳統老字號變身最智能燈塔工廠，全自動嘅控制。呢個應該真係全球首創。新型工廠全面大升級，這工業廠房跟周邊的環境和諧地統一在一起。華潤集團呈現《無窮之路5：志行無疆》，星期六晚8點，82台 TVB Plus。揀破房最低標準咩嚟㗎？揀破房制度會喺今年3月1號實施，業主有責任就住宅分間單位提供安全、衛生、合理嘅居住環境。單位需符合8項最低標準，仲要攞到認證先可以合法出租。時間方面有48個月過渡安排，夠晒時間改造啦。早登記、早認證，仲可以豁免申請費添。上房屋局網頁睇下啦。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係2月3號星期二，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14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9136萬。咁由於5期嘅頭獎係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3674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137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有楊全勝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姐嘅代表鳳溪公立學校董事廖超華先生，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鳳溪公立學校喺1932年由上水鄉廖氏族人創辦嘅，提供教育及安老服務嘅慈善機構。初時向廖族借用祠堂辦學，及後獲得先賢，讓地捐獻建校，開辦政府資助學校，體現以人為本、重視教育、服務方眾嘅精神，以謙遜勤敏為訓。目前營辦中小學及幼稚園合共6間。鳳溪護理安老院坐落喺一棟樓高6層嘅社會服務綜合大樓，下設4個單位，秉持老有所依、老有所為嘅宗旨，積極為長者提供社交康樂活動以及安老醫療護理等等嘅服務㗎。咁詳情請瀏覽該校嘅網頁。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14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2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2。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9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39。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3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3。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7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7。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2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2。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7號 ，sixth draw number is 37。
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5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5。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12號、23號、27號、37號、39號、42號，而特別號碼係5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嘅。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楊全勝、太平紳士以及廖超華先生，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天氣不似預期，但要走總要飛，告別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沒有 J Farm 無添加激素雞件，總代理9子8方呈獻，衝上雲霄。星期日晚9點半，82台 TVB Plus。挑戰尺度嘅破金題材。你試過喺車未啊 AI 微短劇未出軌的人已經喺 MyTV Super 上架，免費有得睇。想預防同時對抗牙齦問題，高露潔 Total 15倍去除牙菌膜，根源對抗牙齦紅腫萎縮，100% 令牙齦更健康。高露潔 Total 主動防禦牙周問題，全新牙醫共研牙刷，特強起泡力15倍去除牙菌膜，對抗牙齦萎縮。本節目為家長指引類別，部分內容涉及成人題材，敬請留意。